我又有靈感啦！講下點樣令小朋友有責任感啊！責任感，因為我抹呢個嘢，我諗啊，我抹咗上去啦，我抹咗上面，咁好少會抹咗上面。咁我諗點解會抹呢個上面咧？點解會抹嘅上面咧？如果我租屋住或者住人哋屋企，可能我好懶嘅，我就唔會抹咁多嘢㗎，我就唔抹嘅，我求其抹啊！責任感嘅例子，你對一樣嘢負責任啦，即係話你認為你需要負一個責任啦。咁咧，通常咧對於一個男人嚟講咧，判斷一個男人佢係咪成唔成熟，就係睇佢有冇責任感咧，就係講緊佢願意負起幾多責任咯。如果要一個未夠成熟嘅人去做呢樣咁成熟嘅咧，就有啲難度嘅。咁第一樣嘢咧，可以俾佢訓練咧，就係讓佢擁有一樣嘢啦。如果擁有一樣嘢咧，你會對佢負責任。因為嗰樣嘢好同唔好咧，都係關乎你事嘅。最好嘅例子就係咧，你生個小朋友，個小朋友咧，你就會為佢對佢負責任，因為嗰樣嘢係你，而且係你嗰個出嚟，佢就係你。佢喺你嗰度出嚟，佢就係你。你亦都屬於佢嘅，你都係佢嘅一切，佢又係你嘅一切，所以咧，呢一個好好嘅例子去表現出負責任係一樣咩嚟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普遍性嘅，亦都唔係必然嘅。有啲人對於自己生出嚟小朋友冇乜呢個責任感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想要個小朋友咧有責任感咧，哇！今次第一次抹得咁乾淨，我想擦嚟睇下咩嚟，未擦過啊！入咗火咁耐未擦過。咁你想要一個小朋友責任感咧，你首先俾佢擁有嗰啲嘢咯。擁有一啲嘢，哇！呢就係所謂內循環抽油煙機啊，垃圾。你俾佢擁有一樣嘢啦，例如咩咧？擁有一個玩具啦，咁佢對嗰個玩具負責任啦。佢要唔對個玩具負責任嘅喎，因為咧你幫佢負咗責任啊。個玩具冇擺好啦，然後你幫佢擺好咗啦，咁你幫佢負咗呢個責任，所以佢唔需要負呢個責任咯。個玩具如果跌爛咗、撞爛咗嘅話，就變咗你嘅責任嚟㗎，因為你冇擺好咯，你冇幫個小朋友擺好。所以如果嗰嚿嘢佢嘅話，你要俾佢負翻自己責任咯。到有一日佢就一定會發生嘅，佢可能冇擺好，個玩具冇擺好，撞爛咗、跌爛咗，冇得再玩咯。咁佢就痛㗎啦。呢個痛嘅話，痛係令到人冇電，痛係令到人最有記憶嘅。遺失缺陷係令到人最有記憶、最心痛，刻喺個腦入邊，燒嗰啲記憶體、啲神經元燒落去，有電流燒咗落去喺個腦度永久嘅。做錯啲決定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遺憾，好遺憾呢一種嘅感覺係呢一種錯過咗啲嘢嚇，買股票放咗，然後佢一嚟就爆升上去，好遺憾，就有呢個感覺，呢種感覺就好強烈。唔好講咁遠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嗰樣嘢俾個小朋友咧，你要俾佢掌控晒全部。你俾20蚊佢一定要掌控晒全部。佢決定嗰20蚊點樣使，幾時使，使喺邊一度，你不能干涉，亦都冇權干涉嘅就係。如果你俾一半佢啦，跟住然後你又自己去管啦，咁咧佢就唔會有一個完整嘅學習㗎啦。細個咧嘅20蚊就係一個學習，20磅係一個學習。大個咧佢就唔止20磅㗎啦，佢有2000磅、2萬磅啊、20萬磅啊，買樓啊，到時佢自己負起責任嘅，所以咧細個嘅時候係必須要有呢個經驗，就算失敗咗，更加就係一個更好嘅經驗。
等佢痛過，知道原來做決定係需要自己承擔責任嘅，有權衡輕重嘅。自己承擔嘅話咧，先會做得好，因為知道做得好同唔好都係自己承擔，結果都係自己身上。如果唔好嘅話就會好痛，所以佢必定會好小心做一個決定。咁好簡單，總之總結就係，唔講咁多。總之總結就係，要俾個小朋友話事啦，佢決定嘅嘢咧，你要忍得住咯，你要忍得住睇住仆低咯，睇住仆街啦，然後自己起翻身咯。如果你忍唔住嘅話咧，個課題就喺你度啦，唔喺個小朋友度。如果你忍唔住啊，課題就喺你度，唔喺你個小朋友度。你要解決咗你自己嘅課題，你先會解決得好呢個小朋友課題。